其实刚好也是准备丰年祭之前，我就带我们部落的年轻人做一件很疯狂的事情哦，就带着这些部落的弟弟们哦，穿原住民的衣服哦，唱原住民歌，跳原住民的舞哦，有打赤膊哦，不是丰年祭哦，也不是在台东，在台北，然后快闪，你们听过快闪吗？我以为那个是快闪哦，然后就是很快的出去闪一下。那干什么呢？就是要这些部落的弟弟们，就是大方的展现自己的原住民这一块事情，不管是唱歌、跳舞还是服装这样，就把我们的精神拿出来。可是其实一直讲文化，我觉得对那样15、16岁的年纪的青少年，其实。那个年对他们来讲，文化传承太沉重了，我觉得太过于沉重。他们才精力旺盛，还想要去网咖玩一下 online。对，很多年轻人网咖嘛 online 嘛，不是精力旺盛，很多发泄在上面嘛这样。只要跟他讲文化，我觉得他可能听不下去。但讲快闪，可能他可能想要玩，因为这个是。对很多乡下地方或者偏远地方的年轻的人，其实大家都很向往来到城市，因为感觉城市是可以满足很多年轻人的梦想的一个地方，是这样吧？哈，大家辛苦了。你们应该是生活在都市里面的，你们比较了解现实的状况是什么的。但对于部落孩子，他们根本不理解这件事情。那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我想说，能不能在这样的状态之下，他们有办法机会在城市里面大方的展现，在他们这样的年纪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回忆，哪怕他们以后将来有机会在城市里面打拼的时候，那个连结先做起来，而且是好的连结。反正都会区的朋友们都很喜欢讲求乐活、环保，这个名词很新哦，但是这个事情早在部落发生了好几百年了。部落每天都在热活啊，每天都在环保啊，没有一天不热火，没有一天不环保的。而最近这几年，城市里面才开始有，那我觉得是一个契机，刚好有这个氛围，让我可以做这个事情，然后把部落的小朋友，当然一方面也要他们有够有自信，就快闪这样，真的哦，就是我们在台东先试了一次。台东市区就带着那些孩子们，就那个喇叭先放好，然后先穿 T 恤短裤，然后等到音乐放下去之后就打赤膊，然后穿着传统的裤片这样去出去跳舞，这样跳原住民的舞，阿美族的。本来还以为很有趣，在台东想要试一下，给他们训练，因为要上来台北可能状况会更多，结果没想到在台东的反应非常的平淡。完全是出乎我意料的平淡。那些台东的朋友们早就习以为常，原住民就在他们身边，还以为台东市要办联合丰年祭，所以他们就小朋友在那些事情上面根本没有获得到一些掌声成就，这样没有。哥，人家说我们是哪里的丰年祭的，就跳完快闪之后，路人还在问说你们要办丰年祭哦。在台东根本就没有那个感觉，本来想说只是试胆的话就没有，好吧，那就想说那就真的就上来台北试一下，7月1号，这个月的第一天，26位30位部落的青少年，第一站人口最多、最密集的地方，台北火车站。就去那边快闪，那时候我心里怕的要死，一方面很怕他们在捷运站里面迷路，因为他们很好奇捷运，因为那个捷运不是那个圆圆的吗？那个像，哥这个到底是感应还是要投下去？他们分不出来。然后可是他们就很多问题啊，对城市里面很多印象很多问题，这样很好笑，很有趣啊，因为可能我们都平常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，在他们眼中都是新鲜事啊。然后就来快闪完，我不知道啊，居然全部的人都在给他们掌声。从那一站开始，然后一直往东边到东区，很夸张的，每一站
多人，他真的没有看过原住民的年轻人这么多在城市里面跳舞，对。其实我也想让都会区的人感受一下，其实你们讲的环保热火，其实在原住民生活区也很密切，但是讲到原住民好像具有距离感，好像原住民距离大家很远，然后更何况他讲到原住民的音乐，我觉得可能也距离很远。我只想把这个距离感拉近而已，让你们感受一下原住民无时无刻在你身边，就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只要你愿意贴近的，它就真的就可以发生在你的生活之中。用快闪的形式，一方面也给我们年轻人一种自信的培养。对我来讲是这样，就是两边都有好这样子。还不错啦，可是那天真的很累，因为太阳很大，然后大到那个摄影大哥啊，因为我请摄影大哥帮我记录这个事情，中暑。我说小朋友跳舞的没中暑啊，拿相机的中暑还在旁边，还要叫小朋友拿扇子，还要送医院。我就说哦，那我的小朋友也太强了吧，那个皮肤是铁皮做的，都不会怎么样。我很害怕，一直叫他们喝水啊，然后后来他们不想喝水，他们想要喝麦当劳，然后所以到东区还要给他们吃麦当劳，超好笑的。好，就那时候有一首歌啊，我想要跟他分享，然后这个 MV 给我一点点时间啊，就是其实我要拍的也是这首 MV。